記唔記得我哋1月份嘅時候，我哋分享咗好多款5位數嘅酒，分享嘅應該係喺12,000蚊、13,000蚊以下嘅。今日咧，我哋開一支更加貴，18,000蚊嘅酒啊！係1959年嘅 Highland Park， 21年係啦，1980年嘅時候裝樽43度，咁專門為意大利嘅版本去到裝嘅。嗱，呢種酒咧，好多時開咗之後咧，佢嘅 condition 佢係會即刻氧化嘅。咁老嘅酒啦，酒精度數已經淨係43度啦，最大程度地保留嘅酒嘅時候，我哋會做一件事，將佢換樽，換喺啲細樽入邊，令到佢嘅氧化程度降到最低。係啦，就係呢個啦，你睇下，我哋專登換咗一個細樽仔喺呢度考你先。記唔記得50年代嘅酒有咩特別啊？上次教人老師條片講咗嘅喎。第一啦，未有天然氣啦，直火升樓。第二啦，50年代嘅時候咧，仲未有工業化製程 ，local barley 本地大麥，邊度做發麥啊？自己做啦，全部嘢手工作坊嚟嘅。如果你要買咧，就買俾當年裝俾意大利嘅，因為呢班意大利佬咧係最識飲嘅。支酒咧 whisky 分就攞咗95分啦，試下佢先，睇下咩葫蘆買咩藥啊。棗香啊！係紅棗嘅湯啊！大家都知道高原騎士係有佢獨特嘅海島泥煤啦，係咪？佢係一種好獨特嘅香氣，入邊帶有煙燻感。我再聞下先。濃郁版嘅50年代麥卡倫，記唔記得上次我哋有介紹過50年代57年嘅25年麥卡倫？講真，呢個贏多2條街啦。邊2條街呢？濃郁度、煙燻感。如果你問我呢，我個感覺係點呢？就係我依家喺一個好老嘅圖書館嗰度啦，然後呢，我聞到一陣紅棗啦、煙燻感啦、啲紅棗湯啦，我行咗入去，結果呢，有隻無形嘅手將我拉咗入個圖書館入邊喎。呢個圖書館入邊有好老嘅書本啦、漆皮梳化啦。咦，入邊有啲咩呢？係黑色堅果朱古力，唔係甜嘅喎，一啲都唔甜喎。即係你要同我講咧，佢係43度，只能夠用4個字形容，難以置信。點樣43度做得咁濃郁咧？以前啲酒真係好正，好正，好正，好高分，難怪可以攞到95分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試下呢個世界上可以攞到95分嘅酒咧，你可以揾我。如果有，我可以分享俾你。我覺得係值得公頂嘅，1萬零蚊可以飲到全世界打 top 嘅酒，真係值。下次有咩好酒再同你分享，我去飲酒先啦，拜拜。